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點解歷史。你有冇諗過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？佛教明明係喺印度誕生嘅宗教，釋迦牟尼喺菩提樹下開悟，喺鹿野園初轉法輪，印度係佛教嘅聖地、發源地、老祖宗。但係去到今日，印度嘅佛教徒只佔人口1%都唔夠，基本上可以話係消失咗。反而係中國呢個外來者，佛教寺廟周圍都係觀音菩薩，家家戶戶都拜，佛教思想深入到中國文化嘅每一個角落，成為中國第一大宗教。更加戲劇性嘅係，佛教唔單止喺中國扎根，仲傳遍成個東亞同東南亞，變成亞洲最重要嘅宗教之一。點解會咁？一個宗教點解會喺老家滅亡，反而喺異鄉開花？呢個問題牽涉到宗教、政治、文化嘅複雜互動，係人類歷史上最引人入勝嘅故事之一。今日就等我哋嚟揭開呢個謎團。要明白佛教嘅命運，我哋首先要翻去佛教誕生嗰個時代，睇下佛教係喺咩樣嘅背景下出現，佢面對嘅係咩樣嘅對手，又係點樣喺印度崛起又衰落嘅。公元前1500年左右，一班游牧民族從中亞進入印度次大陸。呢班人叫雅利安人，佢哋帶嚟咗馬匹、戰車、青銅武器，征服咗印度本土嘅達羅毗荼人。為咗鞏固統治，雅利安人建立咗一套好嚴格嘅社會等級制度，呢個就係種姓制度。呢個制度將成個社會分成4大種姓。最頂層係婆羅門，即係祭司階層，佢哋壟斷咗宗教知識同祭祀儀式，係社會上最尊貴嘅人。第2層係剎帝利，即係武士貴族階層，負責統治同打仗。第3層係吠舍，即係工商農民階層，負責生產同貿易。最低層係首陀羅，即係奴隸勞工階層，只能做最辛苦、最污穢嘅工作。除咗呢4大種姓，仲有大量嘅賤民，連種姓都冇資格擁有，被視為不可接觸者，生活喺社會嘅最底層。雅利安人帶嚟嘅宗教叫吠陀宗教，即係後嚟婆羅門教嘅前身。呢個宗教嘅經典係吠陀經，用梵語寫成，只有婆羅門先至有資格學習同誦讀。婆羅門教嘅核心理念就係話呢個種姓制度係神聖嘅秩序，係創世神梵天定落嚟嘅。佢哋話婆羅門係從梵天嘅口生出嚟，所以最尊貴；剎帝利從梵天嘅手臂生出嚟，所以有力量；吠舍從梵天嘅大髀生出嚟，所以要勞動；首陀羅從梵天嘅腳掌生出嚟，所以最低賤。你一出世就注定咗你嘅身份地位，永世都唔可以改變。想翻身，下輩子啦。只要今世乖乖聽話，遵守種姓規矩，下世先有機會投胎去高啲嘅種姓。呢套系統喺印度維持咗成千年，但係到公元前6世紀，印度社會發生咗好大嘅變化。恒河流域嘅農業發展起嚟，出現咗好多城市國家，商業繁榮，出現咗新興嘅商人階層。但係按照種姓制度，商人都係吠舍，地位唔高，無論幾有錢都要向婆羅門同剎帝利低頭。而且婆羅門嘅祭祀儀式越嚟越複雜，越嚟越奢侈，要殺好多牲畜做祭品，要俾好多錢，普通人根本負擔唔起。好多人開始質疑，點解我哋要接受呢套制度？點解婆羅門可以話事？點解宗教要咁複雜咁貴？呢個時期，印度出現咗好多思想家，佢哋遊走四方，提出各種新嘅理論，挑戰婆羅門嘅權威。歷史上叫呢個時期做沙門思潮，意思係有好多出家修行者提出新思想。釋迦牟尼就係呢啲思想家之一，而且係最成功嗰個。公元前563年左右，喺尼泊爾南部同印度邊境嘅一個小國加皮羅衛國，一個王子出世，佢個名叫喬達摩悉達多，即係後嚟嘅釋迦牟尼佛。
釋迦牟尼呢個稱號，意思係釋家族嘅聖者。悉達多嘅老豆淨飯王係剎帝利，即係武士貴族階層，唔係婆羅門。呢點好重要，因為後嚟釋迦牟尼挑戰婆羅門嘅權威，同佢自己嘅出身有關。關於悉達多嘅早年生活有好多傳說。話說淨飯王好錫呢個仔，俾佢住喺豪華嘅宮殿，享盡榮華富貴。但係悉達多29歲嗰陣，4次出宮，見到咗人生嘅4種苦況：老、病、死、修行者。第一次，佢見到一個老人彎腰駝背，滿面皺紋，步履蹣跚。第二次，佢見到一個病人痛苦呻吟，奄奄一息。第三次，佢見到一具屍體俾人抬去火化，親人喊到死去活來。呢3次經歷令佢意識到，無論你幾有錢有權，都逃唔過衰老、疾病、死亡。第4次，佢見到一個修行者，面容平靜，超然物外，冇俾世俗嘅痛苦煩擾。呢個修行者俾咗佢啟發，原來可以通過修行超越呢啲痛苦。於是悉達多做咗個驚人嘅決定，放棄皇位，拋妻棄子，出家修行。佢剃咗頭，着住簡陋嘅袈裟，離開咗皇宮。佢先係跟隨當時出名嘅導師學習禪定，但係佢發現呢啲方法雖然可以令心平靜，但唔能夠徹底解脫痛苦。之後佢嘗試苦行，斷食斷水，折磨自己嘅身體，希望透過極端嘅苦修獲得解脫。佢苦行咗6年，瘦到皮包骨，差啲死咗。但係佢最後發現苦行都唔係答案，因為一味折磨身體，反而令心更加混亂。悉達多放棄咗苦行，開始正常飲食。佢去到一棵菩提樹下面坐低，發誓話：如果我唔能夠徹底明白宇宙真理，我就唔起身。佢喺樹下打坐冥想，進入深度嘅禪定狀態。經過49日嘅苦思，喺一個月圓之夜，佢突然間開悟，明白咗宇宙人生嘅真相。佢成為咗佛陀，意思係覺悟者。嗰年佢35歲，係公元前528年。釋迦牟尼開悟之後，領悟到咗乜嘢呢？佢嘅核心思想可以總結為4聖諦同8正道。4聖諦即係4個基本真理。第一係苦諦，人生充滿痛苦，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，全部都係苦。第二係集諦，痛苦嘅根源係慾望同執着，我哋因為貪愛所以產生煩惱。第三係滅諦，痛苦係可以熄滅㗎。只要斷除慾望同執着，就可以達到涅槃，即係解脫嘅境界。第四係道諦，要滅除痛苦，要行8正道，即係正見、正思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釋迦牟尼教義最革命性嘅地方係佢否定咗種姓制度。佢話眾生平等，人唔係因為出身而高貴或者低賤，而係因為行為。一個婆羅門如果作惡就會墮落，一個賤民如果修行都可以成佛。呢個講法對於低種姓嘅人嚟講簡直係福音，對於婆羅門嚟講簡直係異端邪說。釋迦牟尼仲話修行唔需要婆羅門做中介，唔需要複雜嘅祭祀儀式，唔需要殺牲畜獻祭，只需要自己努力，依照正確嘅方法修行就得。更加重要嘅係，釋迦牟尼用嘅語言唔係梵語，而係巴利語，即係當時普通人講嘅語言。佢用簡單直接嘅比喻，用生活化嘅例子，令到普通人都明白佢嘅道理。佢唔強調神秘嘅儀式，唔強調盲目嘅信仰，而係強調理性嘅思考同親身嘅實踐。佢話唔好因為係我講嘅就信，要自己驗證、自己體會。
呢種開明嘅態度吸引咗大量信徒。釋迦牟尼開悟之後，去到鹿野縣，見到5個以前同佢一齊修苦行嘅同伴，向佢哋講咗第一次法，即係初轉法輪。呢5個人成為咗佛教最早嘅僧侶。之後嘅45年，釋迦牟尼周遊印度，各地傳教，收咗好多弟子，建立咗僧團。佢嘅弟子有貴族、有商人、有農民，甚至有妓女同賤民。因為佢話只要有心修行，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僧團。佛教初期嘅傳播好成功，但都遇到好多阻力。婆羅門階層當然唔中意佛教，因為佛教威脅到佢哋嘅地位同利益。佢哋批評釋迦牟尼係邪師，話佢嘅教義係異端。但係佛教得到咗新興商人階層同剎帝利貴族嘅支持。商人中意佛教，因為佛教話眾生平等，唔睇重出身。而商人雖然有錢，但係種姓地位低。剎帝利中意佛教，因為佛教挑戰婆羅門嘅宗教壟斷，削弱婆羅門嘅權力，對剎帝利嚟講係好事。公元前483年，釋迦牟尼喺拘屍那家去世，享年80歲。佛教嘅命運進入咗一個新階段。釋迦牟尼死後唔耐，佛教就發生咗第一次大分裂。原因係佛教嘅戒律同教義應該點樣詮釋，唔同嘅弟子有唔同嘅睇法。有啲人主張嚴格遵守釋迦牟尼嘅教導，唔可以有任何改變。呢班人後來形成咗上座部，即係小乘佛教。有啲人就主張可以靈活變通，因應時代同地域作出調整。呢班人後嚟形成咗大眾部，最後發展成大乘佛教。呢個分裂對佛教嘅命運有深遠影響。但係喺最初嘅幾百年，佛教喺印度嘅發展都幾順利。佛教嘅轉折點係公元前3世紀嘅阿育王時代。阿育王係孔雀王朝嘅第3代君主，佢老豆係住陀羅笈多，統一咗印度大部分地區，建立咗印度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。阿育王繼承皇位之後，繼續擴張，最慘烈嘅係征服羯陵伽國嘅戰爭。呢場戰爭死咗10幾萬人，血流成河。阿育王見到戰場上嘅屍橫遍野，突然良心發現，覺得自己罪孽深重。佢開始反思戰爭嘅意義，尋求精神嘅慰藉。阿育王接觸到佛教之後，深受感動，決定皈依佛教。但係佢唔係淨係自己信，而係大力推廣佛教，令到佛教成為國教。佢派傳教士去斯里蘭卡、緬甸、中亞等地傳播佛法，甚至派到埃及同希臘。佢喺全國各地樹立石柱，刻上佛教教義，宣揚非暴力、慈悲、寬容嘅理念。佢仲組織咗第3次佛教結集，即係佛教僧侶嘅大會，整理佛經，統一教義。阿育王時期，佛教去到印度歷史上嘅第一個巔峰。阿育王之後，佛教繼續喺印度發展。貴霜帝國嘅加利色加王都係佛教徒嘅，佢組織咗第4次佛教結集，大力支持大乘佛教。呢個時期，印度嘅佛教進入黃金時代，出現咗好多偉大嘅思想家。龍樹創立咗中觀學派，主張緣起性空，即係萬物都係因緣和合而生，冇永恆不變嘅本質。無著同世親兄弟創立咗唯識學派，主張萬法唯識，即係一切都係心識嘅顯現。呢啲深刻嘅哲學思想，令到佛教唔單止係宗教，仲係一套完整嘅哲學體系。呢個時期咧，印度出現咗好多宏偉嘅佛教建築。嗰爛陀寺係當時世界上最大嘅佛教大學，有成萬幾個僧侶學者喺嗰度研究佛法，吸引咗中國、西藏、中亞、東南亞嘅學僧前嚟留學。中國嘅玄奘法師就係去咗那爛陀寺學習。
翻嚟之後，翻譯咗大量佛經，寫咗《大唐西域記》，記錄咗當時印度佛教嘅盛況。但係就喺佛教看似一片繁榮嘅時候，危機已經悄悄埋下。婆羅門教從來冇放棄反擊，佢哋一直喺度改革自己，吸收佛教嘅一啲理念，同時強化自己嘅優勢。大概喺公元3世紀到10世紀呢段時間，婆羅門教經歷咗一次重大嘅轉型，變成咗我哋而家講嘅印度教。印度教係點樣反擊佛教嘅呢？佢哋用咗幾個好聰明嘅策略。第一，印度教變得更加包容同靈活。早期嘅婆羅門教好嚴格，規矩多多，普通人好難接近。但係印度教學習咗佛教嘅方法，開始強調信仰而唔係淨係儀式，開始容許個人崇拜神祇，唔一定要通過婆羅門做中介。印度教發展出咗好多派別，有人拜毗濕奴，有人拜濕婆，有人拜女神，各有各拜，好靈活，唔似婆羅門教咁死板。第二，印度教發展出咗虔信運動，即係 Bhakti 運動。呢個運動強調對神嘅虔誠熱愛，透過唱歌、跳舞、祈禱去表達對神嘅感情。呢種宗教體驗好感性，好容易打動人心，唔似佛教咁理性咁抽象。對於普通老百姓嚟講，拜神求保佑、參加慶典，比起打坐冥想、研究哲學，明顯更加吸引。第三，印度教做咗一招好絕嘅嘢，佢哋將佛陀吸收入印度教嘅神系入邊。佢哋話佛陀其實係大神毗濕奴嘅第9個化身。毗濕奴為咗拯救世界，化身成佛陀，傳播慈悲嘅教義。咁樣一嚟，信佛陀其實都係信印度教嘅神。呢招真係好毒辣啦，等於話將佛教吞併咗。好多原本信佛教嘅人聽到咁樣嘅講法，就覺得信印度教都係一樣，慢慢就翻去信印度教。第四，印度教繼續堅持種姓制度。雖然佛教挑戰種姓制度，但係印度社會幾千年嚟都係靠呢個制度維持秩序。對於高種姓嘅人嚟講，種姓制度保障咗佢哋嘅特權，佢哋當然支持。對於低種姓嘅人嚟講，雖然種姓制度壓迫佢哋，但係印度教提供咗一個希望，只要今世乖乖聽話，接受自己嘅命運，下世就可以投胎去更好嘅種姓。呢個輪迴轉世嘅觀念，俾低種姓嘅人一個心理安慰，令佢哋接受現狀。佛教雖然話眾生平等，但係冇改變現實嘅社會結構，冇改變人哋嘅日常生活。第五，印度教有一班好犀利嘅思想家，佢哋係統咁批判佛教嘅哲學。其中最出名嘅係雙羯羅，佢生活喺公元8世紀，係印度教哲學史上最偉大嘅人物之一。雙羯羅創立咗不二論，即係 Advaita Vedanta， 主張宇宙只有一個終極實在，就係梵，即係宇宙本體，而個體嘅靈魂阿文其實同梵係同一樣嘢，只係因為無明而唔知道。呢套理論好精密，好有說服力。雙羯羅周遊印度各地，同佛教學者辯論，據講佢從來冇輸過。佢建立咗好多修道院，培養咗大量信徒，令到印度教嘅哲學重新抬頭。雙羯羅嘅理論其實吸收咗好多佛教嘅思想，但係佢巧妙咁將呢啲思想重新包裝，納入婆羅門傳統入邊。話晒呢啲先至係吠陀經嘅真正意義。佢用佛教嘅武器打敗咗佛教，呢個係好諷刺嘅事。到咗公元7世紀之後，佛教喺印度已經開始走下坡，政治支持係一個關鍵因素。阿育王之後，無佛後繼佛教強力支持者。相反，好多統治者都係婆羅門出身，或者支持印度教。笈多王朝雖然對佛教寬容，
但係佢哋本身信奉印度教，冇咗政治權力嘅支持，佛教寺廟嘅資助減少，僧侶嘅數量下降，佛教喺印度嘅影響力越嚟越弱。更加嚴重嘅係，佛教本身都出現咗問題。佛教後期發展出咗密宗，即係金剛乘。密宗吸收咗好多印度教同當地民間信仰嘅元素，包括複雜嘅儀式、神秘嘅咒語、聖瑜伽嘅修行方法等等。密宗理論好深奧，修行方法好特殊，只有少數人先至可以掌握。呢樣令到佛教越嚟越精英化，越嚟越神秘化，同普通老百姓嘅距離越嚟越遠。相反，印度教就越嚟越民間化，越嚟越貼近百姓生活。佛教寺廟都出現咗腐化嘅現象，好多大寺廟擁有大量嘅土地同財富，僧侶生活優越，唔再嚴格持戒修行。有啲寺廟甚至介入政治鬥爭，參與世俗權力嘅爭奪。呢啲現象令到佛教失去咗原本嘅清淨形象，民眾對佛教嘅信心下降。但係真正俾佛教致命一擊嘅係伊斯蘭教嘅入侵。公元10世紀開始，嚟自中亞嘅穆斯林軍隊不斷入侵印度北部。呢啲入侵者對待異教徒好殘酷，佢哋摧毀廟宇，屠殺僧侶，搶劫財物。佛教寺廟同僧團因為集中喺特定地點，擁有大量財富，成為咗明顯嘅攻擊目標。最慘烈嘅係公元1193年，穆斯林將領巴克蒂亞爾卡爾吉率軍攻陷那蘭陀寺，呢座世界上最偉大嘅佛教大學俾人一把火燒晒。據講大火燒咗幾個月，因為圖書館入邊有無數嘅佛經手抄本，成千上萬嘅僧侶唔係被殺就係逃亡。好多僧侶逃去西藏、尼泊爾、東南亞，帶走咗部分經書，但係更多嘅經典就永遠失傳咗。伊斯蘭軍隊對佛教嘅破壞係毀滅性嘅，喺短短100-200年入邊，印度北部嘅佛教幾乎完全消失，佛教寺廟變成廢墟，佛像被砸爛，僧侶四散，冇咗寺廟同僧團，佛教就失去咗傳承嘅載體。而印度教就唔同，因為印度教冇中央組織，冇大型寺廟，信徒可以喺屋企拜神，所以受伊斯蘭入侵嘅影響相對較少。印度教可以潛伏喺民間，等待機會復興。但係佛教依賴大型寺院同僧團嘅組織形式，一旦寺院被毀，僧侶被殺，佛教就好難恢復。到公元13世紀末，佛教喺印度本土基本上已經絕跡。一個喺印度生存咗1700幾年嘅宗教，就咁樣喺老家滅亡。呢個係佛教歷史上最大嘅悲劇。但係佛教嘅故事冇因此結束，因為早喺佛教喺印度走下坡嘅時候，佛教已經開始向外傳播，去咗好多其他國家。而呢啲國家反而令到佛教發揚光大。佛教向外傳播主要有2條路線，一條係南傳佛教，即係上座部佛教，主要傳去斯里蘭卡、緬甸、泰國、柬埔寨、老撾等地；另一條係北傳佛教，即係大乘佛教，主要傳去中亞、中國、朝鮮、日本、越南等地。仲有一條呢係藏傳佛教，即係密宗呢傳去西藏、蒙古、不丹等地。南傳佛教嘅傳播比較早，公元前3世紀，阿育王派佢個仔摩診陀去斯里蘭卡傳教，斯里蘭卡國王皈依佛教，佛教喺度扎根，斯里蘭卡成為咗上座部佛教嘅重鎮，完整保存咗巴利語嘅佛教經典。後嚟斯里蘭卡嘅佛教又傳去緬甸、泰國等地，呢啲國家嘅佛教一直延續到而家。南傳佛教比較保守，堅持釋迦牟尼嘅原始教義，強調個人修行，追求成為阿羅漢，即係解脫者。
北傳佛教嘅傳播就更加曲折同豐富。佛教傳入中國係佛教歷史上最重要嘅事件之一，因為中國唔單止接受咗佛教，仲將佛教發展到一個新嘅高度，創造出獨特嘅中國佛教文化。佛教傳入中國大概係喺公元1世紀左右，即係東漢時期。最出名嘅傳說呢，係漢明帝夜夢金人派使者去西域求法，遇到2個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同竺法蘭，佢哋用白馬勾住佛經嚟到洛陽，漢明帝就起咗白馬寺。呢個故事有好多傳說成分，但係反映咗佛教係通過絲綢之路由西域傳入中國。最初佛教傳入中國嗰陣，其實好難推廣。點解呢？因為中國本身已經有好成熟嘅思想體系，儒家思想強調孝道、忠君、禮儀，重視家庭倫理同社會秩序；道家思想強調清靜無為，追求自然和諧、長生不老。呢2套思想已經深入中國人嘅骨髓。佛教呢個外來宗教，教人出家離開家庭，唔理父母妻兒，追求個人解脫。呢個同中國嘅孝道觀念好衝突，而且佛教嘅輪迴理論、涅槃境界對中國人嚟講好陌生，好難理解。但係佛教有佢嘅優勢，佛教解決咗中國人一個好大嘅問題：死後去邊度？儒家對死後嘅世界避而不談。孔子話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，唔討論鬼神。道家雖然追求長生不老，但係始終冇人做得到。中國人對於死後嘅世界其實好關心。佛教提供咗一套完整嘅理論：輪迴轉世、因果報應、六道輪迴、西方極樂世界。呢啲理論俾咗中國人一個心理慰藉，解答咗佢哋對生死嘅疑惑。佛教最初傳播嘅時候，好聰明咁用咗格義嘅方法，即係用道家嘅概念嚟解釋佛教嘅術語。例如將佛教嘅涅槃解釋成道家嘅無為，將般若解釋成智慧。咁樣中國人就覺得佛教同道家好似冇咁陌生，容易接受。真正令佛教喺中國扎根嘅係魏晉南北朝時期。呢個時期中國大亂，戰爭頻繁，民不聊生，儒家強調嘅社會秩序崩潰咗，人心惶惶，尋求精神寄託。佛教嘅出世思想令到好多人覺得可以逃避現實嘅痛苦，好多貴族名士開始研究佛理，甚至出家。同時，好多北方嘅少數民族統治者皈依佛教，佢哋本身唔係漢人，對儒家嘅忠君思想冇咩感情，反而覺得佛教可以幫佢哋統治漢人。於是佛教得到咗政治權力嘅支持，大量起寺廟，道人出家，翻譯佛經。南北朝時期出現咗好多偉大嘅譯經師，鳩摩羅什從印度嚟到中國，翻譯咗好多重要嘅大乘佛經，包括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等等。佢嘅翻譯優美流暢，影響深遠。北魏時期起咗雲岡石窟同龍門石窟，雕刻咗無數莊嚴嘅佛像，展示咗佛教藝術嘅輝煌。但係佛教喺中國嘅發展都唔係一帆風順。佛教同中國傳統文化有好多衝突。儒家學者批評佛教出家唔孝，唔生仔，斷咗祖宗香火，係不孝。道家學者批評佛教係外來宗教，冇中國文化根基。而且佛教寺廟擁有大量土地，和尚唔使交稅，唔使服兵役，國家嘅稅收同勞動力減少，引起統治者不滿。中國歷史上出現咗幾次大規模嘅滅佛運動，最出名嘅係三武一宗滅佛，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、後周世宗。呢幾次滅佛拆毀咗大量寺廟，強迫和尚還俗，充公寺廟財產。不過呢啲滅佛運動雖然對佛教打擊好大，
但係冇將佛教滅絕，因為佛教已經深入民間，成為咗中國文化嘅一部分。而且滅佛通常係因為特定皇帝嘅個人意願，皇帝一死，新皇帝上台，佛教又會復興翻嚟。佛教喺中國真正成功嘅原因，係佢完成咗本土化同中國文化融合埋一齊。中國嘅佛教學者唔係照單全收印度佛教，而係根據中國嘅國情創造咗好多新嘅宗派。天台宗由智者大師創立，以《法華經》為根本經典，建立咗一套完整嘅教理體系，主張一念三千，圓融三諦，將佛教哲學推向一個新嘅高度。華嚴宗以《華嚴經》為根本，主張法界緣起，事事無礙，認為宇宙萬物互相融攝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展現咗宏大嘅宇宙觀。禪宗係中國佛教最有特色嘅宗派。禪宗強調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禪宗唔重視經典研究，唔重視繁瑣儀式，而係強調通過打坐冥想，直接體悟自己嘅佛性。禪宗嘅方法簡單直接，好適合中國人嘅務實性格。禪宗仲發展出好多獨特嘅教學方式，例如公案、棒喝、機鋒，用出人意表嘅方式令人開悟。禪宗對中國文化影響好深，唔單止影響宗教，仲影響咗詩歌、繪畫、書法、茶道、武術等等。淨土宗就更加平民化。淨土宗主張只要至誠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得到阿彌陀佛嘅接引。呢個法門太簡單，唔使學深奧嘅理論，唔使做複雜嘅儀式，淨係念幾句佛號就得，連目不識丁嘅老百姓都做得到。淨土宗喺中國民間影響最大，直到而家都係。呢啲中國化嘅佛教宗派同印度佛教已經好唔同，佢哋保留咗佛教嘅核心理念，但係形式同方法都適應咗中國文化。更加重要嘅係佛教同儒家、道家開始融合。到咗宋朝出現咗理學，理學係儒家嘅新發展，但係好多理念都吸收咗佛教嘅思想。中國人形成咗三教合一嘅觀念，覺得儒釋道三家其實講緊同一個道理，只係角度唔同。好多中國人同時信仰儒釋道三家，拜孔子、拜佛祖、拜老君，一啲都唔矛盾。佛教寺廟喺中國社會扮演好多角色，佢哋唔單止係宗教場所，仲係教育機構、慈善機構、文化中心。寺廟辦學堂教識字，辦絲竹場救濟窮人，辦醫療站醫人治病，起橋鋪路方便百姓。呢啲善行令到百姓對佛教好有好感，佛教喺民間嘅威望越嚟越高。佛教對中國文化嘅影響實在太深遠，中國嘅文學、藝術、建築、哲學都受到佛教巨大影響。《西遊記》就係一個佛教取經嘅故事，好多唐詩宋詞都有佛教意境。中國好多古建築都係佛教建築，例如應縣木塔、飛來峰、五台山、普陀山、九華山、峨眉山，呢啲佛教名山成為咗中國文化景觀嘅重要組成部分。中國藝術入面嘅佛像、雕塑、壁畫，例如敦煌莫高窟、雲岡石窟、龍門石窟，都係世界級嘅藝術珍品。甚至中國人嘅日常語言都充滿佛教詞彙，世界、平等、真理、相對、絕對、因果、現在、過去、未來，呢啲詞全部都係從佛教嚟嘅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一念之差，因果報應，功德無量，呢啲成語都係佛教留低嘅。中國人嘅素食傳統都係受佛教影響，
雖然佛教戒律唔係完全禁食肉，但係中國佛教發展出咗嚴格嘅素食傳統，令到素食成為中國飲食文化嘅一部分。佛教從中國又傳去咗朝鮮、日本、越南。朝鮮喺公元4世紀接受佛教，日本喺公元6世紀接受佛教。日本接受咗中國嘅佛教宗派，又發展出自己嘅特色。日本嘅禪宗發展出茶道、花道、劍道，將禪意融入日常生活。日本嘅淨土真宗容許僧侶結婚食肉，打破咗傳統佛教嘅戒律。日本嘅日蓮宗強調民族主義，認為日本係佛教嘅中心。呢啲發展令到佛教喺東亞各國呈現唔同嘅面貌。西藏嘅佛教發展就更加獨特。西藏接受佛教比較遲，大概係公元7世紀，由印度同尼泊爾傳入。西藏接受嘅主要係密宗，即係金剛乘。藏傳佛教吸收咗西藏本土嘅稟教元素，發展出獨特嘅修行方法同組織形式。藏傳佛教有轉世制度，即係活佛轉世。達賴喇嘛同班禪喇嘛都係通過轉世傳承。藏傳佛教對西藏文化嘅影響好全面，幾乎滲透到西藏社會嘅每個方面。西藏佛教後嚟又傳去蒙古、不丹等地。東南亞嘅緬甸、泰國、柬埔寨、老撾等國就保留咗南傳佛教嘅傳統。呢啲國家嘅男仔一生至少要出家一次，做幾個月或者幾年和尚，呢個係成年禮嘅一部分。南傳佛教嘅僧侶嚴格持戒，每日出去托缽化緣，過住簡樸嘅生活。呢啲國家嘅佛教寺廟金碧輝煌，佛塔林立，佛教深深融入當地文化。所以你睇，佛教雖然喺印度滅亡，但喺亞洲其他地方發揚光大，形成咗豐富多彩嘅佛教文化圈。而家全世界有大概5億幾佛教徒，主要分布喺東亞、東南亞、南亞。佛教係世界第4大宗教。呢個故事都話俾我哋知，文化交流係互惠嘅。中國接受咗佛教，佛教豐富咗中國文化，同時中國都改造咗佛教，令到佛教有咗新嘅生命。佛教因為去到中國，先至避過咗喺印度滅亡嘅命運，發展出更加多元嘅形態。如果佛教一直留喺印度，可能就冇咁豐富多彩，可能就真係隨住那爛陀子嘅大火而消失。所以佛教喺印度滅亡，喺中國興旺，唔係一個簡單嘅宗教問題，而係一個關於文化適應、政治權力、社會結構、歷史機遇嘅複雜故事。呢個故事橫跨2000幾年，涉及成個亞洲，影響咗幾十億人。而呢個故事仲未完結，佛教仲繼續喺度發展變化，適應新嘅時代，面對新嘅挑戰。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。如果你對宗教歷史、文化交流有興趣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轉發。我哋下期見。